弟兄姊妹早晨，弟兄姊妹早啊！好高興再次嚟到西條針，非常歡喜再一次嚟到西條站，又好為你哋高興，因為咧就你哋踏入75週年啦。又為您嚟高興，因為您踏入75週年。咁啊，聽聞好開心啊！嗰日生日會嗰晚，聽聞好直接咧，生日會咧非常開心。好，今日同大家咧去講個題目叫做講勸勉。今日家大嘅題目答勸勉。我哋跟保羅學勸勉。能見保羅嚟學勸勉。勸勉咧，即係有啲喺信仰裏邊你覺得好重要嘅嘢。勸勉就係信仰對拜會做好重要嘅事情。你好想咧同弟兄姊妹分享嘅。你好想跟弟兄姊妹嚟分享。你想話俾佢聽嘅。你想開一打。因為咧嗰個人咧未必咁諗嘅。因為人可能唔是做這想，佢更加唔係咁做嘅。亦更加唔是做這做。所以你就好想勸佢改咯。你就非常想嗌勸你嚟改。咁你即刻諗下啦。你就想啦。對上一次你去喺信仰上面啦，勸過弟兄姊妹嘅係一件乜嘢嘅事咧？最轉咧，你對信仰上邊勸弟兄姊妹係咩事情咧？俾少少時間你諗下。傾啲嘅時間都係少啫。喺你屋企勸啊仔啊女嗰啲唔計㗎嚇。到嚟咧傾你嘅傾下家就領先咧就唔算少啦。係同弟兄姊妹之間嘅。時間弟兄姊妹之間嘅。好啦，我當你諗到啦。我當你想咗啦。第一種嘅，即係我講緊啊，可能我哋有3種嘅形態，我睇下你係咪咁樣嘅。我想你會3種嘅形態，睇到是唔是這樣？第一種咧，你就諗住要去勸佢。對正咧，就你想嗌佢勸嘢。其實你就鬧緊佢嘅。其實你就做咩嘢？因為你好嬲。因為你非常氣。你睇唔過眼。你睇唔過眼。所以咧，你好強烈咁樣去勸佢。你就非常強烈嘅嚟勸嘢。第二種咧就另一種嘅極端啦。對住正咧是另一種嘅極端。你就好婉轉。你就非常嘅婉轉。兜好大個圈。兜住個大嘅圈。佢唔明啊。而唔明白喎。佢唔知你勸佢其實。而唔制呢做勸嘢。第三種。第三種。啊！你真係想勸一個人。你正是愛上勸嘢嘅。你想勸個弟兄姊妹啊，有啲嘢你真係要改啊。你勸姊妹弟兄姊妹，你做事情，你正是愛嚟改啊。你就苦口婆心、循循善誘咁幫佢。你就好口愛婆心嚟，循循善誘嘅嚟勸教義。今日想同大家透過哥林多後書8章1至15節去睇下。今朝會上加大嘅同哥林多後書對不將依9、15節嚟推薦嘅。睇下保羅係點勸勉哥林多教會。睇下保羅將你嚟勸勉哥林多教會。從中我哋領略下勸勉嘅藝術。從東邊咧，對邊咧嚟睇勸勉嘅技術。你有印象㗎？知道咧，保羅喺哥林多前書咧，其實都好惡嘅。你有印象嚇？保羅到哥林多前書咧，也是非常惡嘅喎。佢指責個哥林多教會咧，好多嘢都唔係好得嘅。而指責哥林多教會好最唔好嘅事情嘅喎。群體裏邊咧好混亂嘅好多嘢。群體對邊非常混亂。有唔合乎聖經真理。有唔合乎聖經嘅真理嘅。後嚟咧，保羅咧同佢哋嘅關係咧，即係比較緊張嘅。後嚟保羅教然後講起咧比較緊張。但係過咗一段時間，保羅再寫信一路勸勉佢哋。過咗一段時間，保羅繼續寫信嚟勸勉人。終於咧，同呢個群體咧恢復翻啲關係。終於嘅即係群體咧恢復直觸嘅關係。哥林多後書咧，正正就係修補咗關係之後所寫嘅。哥林多後書咧，只係就係修補好嘅關係之後咧，就寫嘅。所以咧，保羅咧係諗緊啊點樣喺一種已經和好緊，但係咧有啲脆弱嘅關係當中咧，點去勸勉？所以保羅時就帶嚟咗一個已經和好嘅關係，但是仲將佢就脆弱嘅關係當中咧，將你嚟勸勉人啊。嗱，所以我哋大概知道咧係有啲張力嘅裏邊。所以大概制度是會出張力到對班嘅。咁啊，保羅點講咧？我哋睇下第8章第1節先。喺保羅對不咗第一集裝你打。手上有聖經嘅啦，我哋睇和修版。我見之就係睇華少班嘅。第一節咁講嘅，弟兄們，我要把神賜給馬其頓眾教會的恩惠告訴你們。弟兄們，我們要把神賜給馬其頓眾教會的恩惠告訴你們。呢度有趣嘅喎。即係好似有出邊喎。保羅先透過一班喺馬其頓弟兄姊妹嘅見證去作出分享。保羅細呢就直出從馬其頓教會嘅弟兄姊妹呢嚟細作分享喎。不過最值得留意嘅係保羅要強調嘅係神嘅恩惠。但係保羅強調嘅是神嘅恩惠。如果你知道咧。呢一段經文其實講緊奉獻、講緊捐獻嘅。第一就係當然只能基本是打救奉獻嘅説清計。不過
保羅要強調嘅係馬其頓弟兄喺捐獻嘅事上邊，保羅係強調是在馬其頓教會嘅弟兄姊妹咧，到捐獻嘅事情上面，唔係馬其頓弟兄姊妹嘅恩惠，唔是馬其頓弟兄姊妹嘅恩惠，係神嘅恩惠，是先嘅恩惠，神透過馬其頓弟兄姊妹拎出嚟嘅恩惠。是先透過馬其頓教會嘅弟兄姊妹卻出嚟嘅恩惠。然後你見到第一節之後咧有個冒號嘅，但係佢就對於藉著咧會有個冒號，即係話俾啲讀者知道。自家特之嚟打。以下落嚟，保羅就話俾你聽，究竟馬其頓弟兄姊妹當中，佢哋點經歷神嘅恩惠？就係以呢，所以打呢就是馬其頓弟兄姊妹呢，將你嚟經歷先嘅恩惠嘅。我請阿子芬幫我哋由第二節到第五節，好唔好啊？ OK， 我哋睇第第二節。交對5節，他們到患難當受大考驗的時候，將將話語喜樂，到極度貧窮當還結果享受他們樂樣的慷慨。我可以證明，他們是按照能力，就是跳過了能力來建造主動。在沙強求我們，從他們到這荊棘下土的橡樹上無紅，並且他們所做的，不但照我們所期望的，更照神的旨意，先把自己向給主，又給了我們。唔該，子芬。保羅點樣分享神嘅恩惠呢？保羅在呢度分享先嘅恩惠呢？喺第二節開始，佢就先去突出馬其頓弟兄姊妹嘅境況，就是等於就先讀出馬其頓弟兄姊妹嘅境況，即係喺患難當中受到大考驗，直到患難當中呢，受到大嘅考驗，同埋喺極度嘅貧窮之中，而且是到極大嘅貧窮當中。呢班人呢，明顯都係喺好缺乏、好艱難嘅情況之下啦。基本上呢，明顯是到極度嘅困難加缺乏住嘅。佢哋唔係有錢冇掟使嘅，而唔是有錢唔制到佢衰。佢哋本身都好多困難嘅。人本身也是好最困難嘅。不過佢哋卻滿有喜樂，但是人卻話有喜樂，額外嘅顯出佢哋樂捐嘅慷慨，額外嘅顯出人樂捐嘅慷慨。值得我哋留意嘅係，但點解留意嘅呢？原來和修版呢度嘅翻譯咧係遷就咗我哋中文嘅讀者。原來華小班嘅翻譯呢，就遷就兩人讀東文嘅特質啊。喺原文當中咧，原本冇樂捐呢個字嘅，原本呢，黃呢部樂捐之類嘅字嘅，純粹係表達呢班人咧好慷慨嘅。從處是表達之班呢，佢就慷慨。慷慨呢個字咧喺原文裏邊解嘅係單純。慷慨到原本呢，就係單純嘅意思。英文係 simplicity，就是慷慨。換句話說，保羅刻意咧唔提捐獻嘅，所以保羅呢嘅刻意唔提高捐獻嘅，冇講金錢嘅，冇打金子嘅，佢淨係強調呢一班馬其頓弟兄姊妹裏邊嗰種內在質素，而是強調馬其頓弟兄姊妹內在嘅質素，滿有喜樂，是話有喜樂，滿有好單純慷慨嘅心。冇有當初慷慨嘅心。好啦，睇到第三節啦，保羅話。第三集，佢話佢哋付出嘅係超過佢哋嘅能力嘅。而但係人所付出呢，是超過人能力嘅。第三節尾仲講緊佢哋好主動啊。第三集嘅教會呢，而更大人是主動。呢種自發性主動突出咗馬其頓教會嘅另一方面嘅質素。就做黑蛇嘅主動呢，又顯出馬其頓弟兄姊妹另直掛嘅質素。就係佢哋見到其他弟兄姊妹，尤其是耶路撒冷弟兄姊妹嘅需要。就是能睇見其他弟兄姊妹，特別是耶路撒冷嘅弟兄姊妹，以能嘅需要。嗰班弟兄姊妹嘅需要同我有關。如果是班弟兄姊妹嘅需要，教會有關係。和修版呢度譯到呢，話說翻呢個譯咗，準他們在這供給聖徒的事上有份。準他們在這荊棘下土的橡樹上有份。呢度善事呢個字呢，原文係恩典。這個橡樹這個事情，這個字呢，同原本是恩典。有份呢個字呢，其實係講緊團契。有份這個字呢，是打交團契，所以應該係咁譯嘅。所以應該是做出嚟一計。馬其頓嘅弟兄姊妹咧，好想喺恩典供應嘅事上邊，同耶路撒冷群體咧有團契、有相交嘅機會。馬其頓弟兄姊妹咧，sorry，希望咧在恩典這供應上邊咧，跟耶路撒冷嘅群體有團契相交嘅關係。即係咧，而家雖然講緊捐獻，即係雖然是打捐獻，但係保羅講嘅嗰幅圖畫好靚嘅。但是保羅所帶嗰道位咧，非常漂亮嘅，係講緊同佢哋團契、同佢哋相交啊。是跟人團契、跟人有相交嘅，係講緊恩典啊。是打交恩典。因此保羅喺第5節咁話，因此保羅就對5節就打啦，
並且他們所做的不但照我們所期望的，更照神的旨意，先把自己獻給主，又給了我們。並且他們所做的不但照我們所期望的，更照神的旨意，先把自己獻給主，又給了我們。呢一切嘅行動係先把自己獻俾個主，這些行動呢，就先把自己獻給主，然後又給了我們。然後又給了我們。呢度就係保羅刻意講緊神嘅恩典點樣發生。這保羅就是刻意打新嘅恩典將嚟發生。呢班馬其頓嘅弟兄姊妹所做嘅，這班馬其頓弟兄姊妹人所做嘅，雖然個對象係另一班弟兄姊妹，雖然對象是另一班嘅弟兄姊妹，但喺你嘅眼中，但是對人麥當，佢哋係回應緊上帝，依然是都回應上帝，係佢哋先奉獻俾上帝。只能世界嘅奉獻給上帝。所以喺勸勉嘅學習上面，第一樣嘢我哋要發現嘅。所以第一住我到勸勉自己上面咧學習嘅物件咧，嗱，而家翻嚟啦，登嚟啦。保羅其實同緊哥林多教會講嘛，係咪？保羅其實就對哥林多教會度打回嘛，但係佢專登要講下馬其頓嗰班人。但是仲愛打馬其頓嗰隻班人。保羅其實勸勉人呢，佢有個技巧嘅。保羅以勸勉人咧，有一個技巧嘅喎。佢首先係講緊其他人先，意思係打其他嘅人，講個例子俾你聽先。舉個例子揭落嚟聽。講嗰個例子咧，嗰個班人咧好有生命力，好有活力。呢個班例子嚟，佢班人咧會做生命力，有力量嘅，好有質素嘅佢哋。會做著數嘅。佢哋點樣經歷神嘅恩典？然後再用嚟經歷新嘅恩典。保羅唔係強調啦，嗰班人好有錢嘅，或者嗰班人咧好勁嘅咁樣。保羅唔是但強調佢班人咧好有錢啊，好強。或者咧，佢唔係話，哎呀，其實咧，耶路撒冷班人咧好慘㗎，佢哋咧又唔夠錢，又啱啱75週年堂慶咧，佢哋要好多嘢花費咁樣，所以咧係要好多錢嘅咁樣。但係佢有親呢個觀點咧，好似有橋啊，會有同情啊，係需要好多錢喎，唔知。佢亦都唔係話咧，你捐完啲錢之後咧，天上嘅倉庫咧就為你打開，跟住咧傾福俾你咁樣。而唔是但係更之上咧，天上嘅倉庫咧就會攞打開傾福意料咯。保羅嘅選擇係分享別人嘅生命見證。保羅想到是分享別人生命嘅見證。我估講到錢呢樣嘢咧，我想譬如知呢個事情咧，我哋現代人都市人咧，現代人都市嘅人，我哋好習慣咧，我哋所謂叫市場嘅運作。嗱，佢就習慣係市場嘅運作，好多嘢都好商業化，好多嘢企業化。好似咪講咧，就商業化、企業化。有時我哋喺教會裏邊，我哋都學咗嘅。有陣時到教會咧又屙了。嗱，有時咧我哋想弟兄姊妹咧參加可能大旅行啊、報名啊咁樣。有陣時咧上啲姊妹嚟參加禮假啦，嚟報名啦。我哋有個優惠價嘅。咧就會淨係優惠嘅價先。早啲報名咧就可以平幾多咁樣。早報名咧就偏值嘅。二人同行咧又可以又平啲嘅。內登但佢咧有偏值嘅。係咪啊？教會我哋有時都會咁樣啦。係咪教會有陣時有時做錯咗？我唔係話呢樣唔啱㗎。我唔是帶錯錯唔啱。不過我哋有時咧，好容易俾我哋成個世界嗰啲嘅商業價值咧，成日撈咗入嚟嘅。有時候咧，把掛鈎成入社會嘅事情咧，就空接嚟啦。我諗我哋睇下保羅呢度講緊金錢嘅奉獻。同埋保羅就知個大劍資嘅奉獻，佢竟然係開始係講別人嘅生命見證。以小細景將是別人嘅生命見證。佢講緊嘅係神嘅恩惠點樣透過呢班人去顯明出嚟。而那新嘅恩惠將你透過這班人嚟顯明出嚟。佢講緊嘅係原來你咁樣去奉獻係團契生活。而但係往嚟最後世嘅奉獻咧，是團契嘅生活。好勁啊！保羅，非常厲害啊！保羅真係估佢唔到。真是想唔夠。好啦，我哋睇第6節到第12節。嗱，睇對甩9、12節。今次咧請大家一齊讀咯，好唔好啊？請大家接續嚟睇啦。不如讀廣東話咯，好唔好啊？廣東話啦。或者你潮州話都可以嘅。潮州話又可以嚇。好，準備起。因此，我們勸提多，既然在你們中間開始這慈善的事，就當把它辦成。既然你們在信心、口才、知識、萬分的熱心，以及我們對你們的愛心上，都勝人一等，那麼當在這善事的事上，也要勝人一等。我說這話並不是命令你們，而是藉着別人的熱心來考驗你們愛心的真誠。你們知道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是富足，卻為你們成了貧窮，
好使你們因他的貧窮而成為祝福。我在這事上把我的意見告訴你們，是對你們有益，因為你們開始辦這事，並且彼此相已有一年了。如今就當辦成這事。既然有願做的心，也當照你們所有的去辦成。因為人只要有願做的心，必照他所有的蒙悅納，並不是照他所沒有的。唔該大家。第6節開始，保羅先至開始勸勉弟兄姊妹。第6節開始，保羅只係嚟勸勉弟兄姊妹。不過勸嘅時候呢，又再隔一隔先嘅。不過而在勸當中呢，要再隔一嘅。因為呢，保羅你留意到第6節嘅時候，佢係勸提多先嘅。所以第6節，保羅開始呢，是勸提多。呢位提多係當時保羅好同意去牧養哥林多嘅一位牧者。提多是嗰陣時教保羅直等嚟牧養哥林多教會嘅。所以保羅咧先去話佢去勸勉提多，所以保羅就先嚟勸提多，要辦好呢件喺哥林多教會嘅事，係辦好自己到哥林多教會嘅事情，而且咧應該係一件開始咗嘅事嚟嘅。主要是一件已經開始了嘅事情。如果我哋睇翻聖經咧，喺哥林多前書16章，主要咧睇到哥林多前書對16章1至到4節嗰度咧，原來保羅已經勸過佢哋要喺捐獻事嘅上邊咧要學習嘅。到1940對嘅咧，往嚟保羅已經勸勉人到敬虔嘅事情上面咧係學習㗎啦。我讀一節俾大家聽，16章第1節。我讀對16章對1節，大家聽者。佢話：關於為聖徒捐款的事，我從前怎樣吩咐加拉太的眾教會，你們也該怎樣做。而係關於為聖徒敬虔的事，我從前怎樣吩咐加拉太教會的正教會，你們也該怎樣做。所以保羅先至話咧，其實喺上一封信呢，1年幾之前呢已經開始緊㗎啦。所以保羅打到這封信，即年仔呢已經打了這件事情㗎啦。之前提過㗎啦，就真係提過㗎啦。所以值得我哋留意嘅係和修版嘅翻譯。所以特啲能嚟留意嘅就是和修版之間嘅翻譯。第6節呢度講慈善的事。對啦，就知道慈祥的事喺原文當中，原本其實又係講緊恩典嘅啫。又其實也是打恩典。所以原汁原味咁講法嘅時候，所以原本原接咗上嚟打嘅。保羅其實就話：喂，你哋既然開始咗呢個恩典嘅行動嘅時候，就應該完成佢啦。你既然開始有自己恩典嘅事情，就可以做完啦。所以你留意到保羅一直都唔用捐獻嘅。所以保羅直你留意到保羅直啲嘅部提交敬獻，唔用金錢嘅，唔明劍之，卻係不斷重複呢個係恩典嘅行動嚟嘅。其實不斷嚟定學，呢個係恩典嘅行動。去到第7節，保羅就強調哥林多教會嘅優勝之處。總之就保羅就提交哥林多教會優勝之處。頭先講完馬其頓教會嘅地方，頭先配了馬其頓教會，而家講你哋啦，哥林多教會啦。你哋有啲咩優點啊？你有咩優點？你哋有信心、有口才、有知識。你有信心、有口才、有知識。仲有特別強調你哋有萬分嘅熱忱。還特別提到呢個萬分嘅熱心。並且佢哋有一份彼此嘅愛心。並且呢個一份彼此嘅愛心。跟住對保羅對佢哋好有信心。講到保羅大意對人非常有信心。呢度呢一節出現咗2次聖人一等呢個字。就對已經出現咗攞咗聖人一等其實嘅字。原文係豐富嘅意思嘅啫。原本是打豐富嘅意思。唔係比較㗎。唔是比較。唔係高低之分。唔是高低之分。反而保羅喺呢度用咗2次豐富呢個字。講到保羅這個用到嘅豐富這個字，係回應第2節。寫嚟回應對字則。有關馬其頓教會佢哋嗰份豐富，是得合交馬其頓教會能好直控計，或者嗰種滿有慷慨單純嘅心，或者是得滿有慷慨單純嘅心。既然保羅發現馬其頓教會嘅豐富，既然保羅發現馬其頓教會嘅豐富，咁即係話哥林多教會你哋都可以一樣咁豐富。即係大哥林多教會，你又可以直樣咁豐富嘅。而呢一種嘅鼓勵，保羅好唔希望發生誤會嘅。所以只有鼓勵呢，保羅唔想發生漸開嘅誤會。第8節，第8節，佢強調呢個唔係命令嚟嘅。你強調呢個唔是命令，係一個考驗嘅機會。是一個考驗嘅機會。唔係考驗佢哋同保羅有冇嫌隙喎。唔是考驗你能加保羅有冇嫌隙。唔係考驗佢哋聽唔聽話喎。唔是考驗你能聽唔聽話。而係考驗嗰個喺別人嘅熱忱，考驗你哋愛心嘅真誠。就考驗人對別人嘅熱心，對別人嘅真誠。
愛心嘅珍惜。愛心嘅珍惜。你記得愛心就喺哥林多前書13章講過。呢啲愛心到哥林多13章配嘅喎。保羅用咗好多時間講愛。保羅開咗字眼嚟配愛。佢話：如今常存嘅有信、有望、有愛三樣，其中最大嘅係愛。最基上宗教有信冇愛，其實最重要嘅就是愛。所以保羅延續住對哥林多教會呢種嘅教訓。所以保羅延續佢對哥林多教會就係教會，好想佢哋學識愛，好想誒能學百字嘅愛。而呢份佢哋當中嘅愛，如果係真嘅話，仲有能對當招呼愛是真實嘅話，係必然同基督耶穌有關嘅，是必將跟耶穌基督是有關係嘅。因此保羅好自然喺第9節就講到耶穌啦。好就這樣咧，好就將保羅打配落去咧，就配到主耶穌啦。佢講緊基督嗰個榜樣，而配到基督嘅榜樣。保羅話：主耶穌基督嘅恩典，他本是富足，卻為你哋成為咗貧窮，好使你哋因佢哋嘅貧窮成為富足。但主耶穌基督嘅恩典，佢本是富足，卻為你們成了貧窮，好使你們因他的貧窮成為富足。所以主耶穌嘅恩典就喺貧窮當中展現嗰份富足。所以耶穌基督嘅恩典是在貧窮當中展現嗰隻宏大富足。因為本來富足嘅神，佢成為貧窮，只會往來富足嘅先成為了貧窮，就係因為讓我哋由貧窮能夠成為富足。就是喺你使能從貧窮成為了富足。既然哥林多教會呢班弟兄姊妹，佢將哥林多教會這班弟兄，你哋要效法基督啊嘛，你能效法基督嗎？咁你哋可以咁樣喺呢件事上邊效法基督。你就可以在自己事情上面嚟效法耶穌基督啦。第10節，對集集，佢話因為你哋開始辦呢件事，有呢個心意已經1年啦。而家你們已經開始辦呢件事情嘅心意有1年啦。去到11、12節，到11、12節，佢話強調呢度佢哋當中有啲心意嘅。你見到對伊人當間有一出心意。保羅描述呢一份係叫做願做的心。保羅就是話一塊願做嘅心，即係話一份熱誠啊。就話一個熱心，英文講係 passion，就熱心啊。若果佢哋嘅群體當中已經打算去完成，仲有群體當中已經打算去完成嘅時候咧，咁你就繼續有呢份熱誠啦。要繼續有一個熱心，你要 keep 住佢啊，攞嚟補貼，你要投入去完成佢啊。繼續兜接佢嚟完成嘅。喺12節嘅最尾嗰度強調，最後9倍打，必照他所有的蒙悅納，並不是照他所沒有的。必照他所有蒙悅納，不是照他所報嘅。即係神唔係因為你捐得多唔多、少唔少而悅唔悅納你。就是唔是得先按照咗降啲罪啊，降啲罪咧，話作唔作納咯？而係睇你所有，睇你嘅能力。就是睇呢個所有呢個能力。呢度你即刻可能會諗起啊，有邊啲人係佢傾盡佢所有嘅咧？呢條上嘅直出能，或者面能是傾盡所有呢？而基督耶穌又好稱讚佢嘅咧？耶穌基督要稱讚嘅呢？你記得就係嗰個窮寡婦嗬？你就上記做嘅窮嘅寡婦，佢將2個小錢，你把我嘅手資去奉獻出嚟，你奉獻出嚟。不過耶穌話佢將一生所有嘅都投入咗入去。耶穌就大，而把一直射數嘅都兜接佢。所以保羅提醒哥林多教會，保羅提醒哥林多教會，神睇嘅係你有冇盡力做好你嘅本分，先是退路或盡力嘅本分，讓呢份本分成為別人嘅祝福。正照本分成立別人嘅祝福。好啦，當我哋睇見保羅點樣一步一步去埋身咁去鼓勵弟兄姊妹，好啦，你退咗保羅正來直步埋線嚟提醒哥林多教會嘅時候呢，佢係點勸勉嘅呢？依在你勸勉，同樣地好明顯，佢係同緊呢班人嘅生命有關嘅。好明顯，依能是隔依能嘅陪狗依能生命有關嘅。即係首先佢要強調，不斷強調嘅呢個都係恩典嘅行動嚟嘅。而不斷強調，即係恩典嘅行動嚟嘅。即係從哥林多教會嚟講，其實打對哥林多教會嚟打，呢個恩典唔係你哋陌生嘅嘢嚟嘅。只係恩典唔是密切嘅事情。呢個行動係同佢哋嘅處境、同佢哋嘅生命好有關係。即係行動跟依能嘅生命嘅處境有關係嘅。然後再鼓勵佢哋，就再嚟鼓勵依能。
你話你哋有信心、有口才、有知識嘅喎，但係呢會搞差會或者係才能嘅，仲有萬分嘅熱忱好喎。橫空嘅決心啊！你哋已經好豐富㗎啦呢是喎。非常恐怖㗎啦。你喺嗰份嘅熱誠當中，繼續呢種愛心嘅行動。到換隻心動嘅呢，繼續你愛心嘅行動。保羅話：我對你呢方面好有信心。我都照答，我對你呢個方面嘅行動非常有信心。我唔知呢種保羅嘅勸勉方式我唔就係保羅自整勸勉嘅方式，係咪我哋習慣嘅呢？是咪能所習慣嘅呢？當你認為啲弟兄姊妹，佢有啲嘢未達標喎，點解推薦第一節目出唔達標喎？佢硬係呢樣嘢咧，同你做法唔係好同。以前係做法家話唔上登喎，佢冇做到一個水平喎。以播咗大交節嘅水平喎。我哋好即時即係反應，我好想教訓佢，你即係先個係就等我上去交易，好嚴厲咁，好強烈咁樣嚴厲嘅強烈嘅指出佢錯處，指出佢嘅錯處。話俾你聽呢樣嘢唔得，嗰樣又唔得。教到大知個魔，香個魔。不過咁樣做未必係最好嘅方法。不過做唔未必是最好嘅方法。起碼對於聽嘅人嚟講，因為對聽嘅人嚟講，佢好快接收到其實係你不滿啫，接收到你嘅不滿。哦，就是只再接受呢個不滿，你好多嘢批評嘅啫，你可以批評，除非佢係你下屬啦，係咪啊？除非意思呢個係叔，咁佢被逼點都要聽落去，即係被逼繼續係聽落去。但係其實弟兄姊妹之間咧又唔係咁嘅喎。但是聽之後最近唔是出聲有嘅喎，對方咁樣聽到你咁講咧，其實佢唔會收嘅喎。對方聽呢出聲但係咧，而聽唔到嘅。佢淨係知道咧，你覺得應該點做或者唔點應該點做。意思聽佢都大叫你做，就成唔好做你做。英文講啊 ，do's and don'ts。直接做或者係唔好做嘅。你都唔係關心緊佢嘅，呢度唔是到關心咗而。你都唔係同佢對話緊都唔是嘅。講一堆嘅。所以我哋可以諗下，原來保羅教我哋係先從對方嘅生命質素開始。所以保羅提醒人就從對方嘅生命嘅質素嚟開始。喺神學院當中咧，其中一樣嘢神學生一定要學嘅咧，就係講道。到時係二對班成學生咧，會淨用我嘅咧就學講道。我好中意聽啲學生講道嘅。我就歡喜聽學生嚟講道。咁當然啦，佢哋都會問我攞意見嘅。然之後然後冇乜強意見啦。好多時我聽完講道之後，第一件事我一定係欣賞佢哋。所以我就想咧，聽人講到咗咧，我對住嘅表現是欣賞人啦。譬如有啲學生佢哋好着重邏輯思維嘅，或者初學生咧要上着重邏輯嘅數據嘅，我就會讚佢哋啊！你好有條理咁去即係分析喎。或者我攞人會就條理嚟分析。你解經嘅部分咧，你能夠將啲好難嘅地方咧都講咗出嚟。你想講句出嚟咧，可以把超惡嘅地方咧嚟講句清楚。另外我有啲學生咧，佢哋好着重關係嘅，人與人之間關係嘅。或者學生咧，然後會就着重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嘅。往往喺講道當中咧，佢會好促進咗我哋同上帝之間嘅關係嘅。或者講到點解咧，幫助咧促進跟上帝嘅之間嘅關係。又好想咧促進人與人之間咧更加有愛嘅。又想促進人與人之間嘅愛嘅。有啲學生咧，佢哋行動型嚟嘅。或者學生咧是行動型。佢哋嘅講道咧，好俾人有一種動力咧去實踐嘅。而就簡單咧，使人會出動力咧，上去實踐嘅。佢哋會分享好多自己咧，無論得定係唔得嘅經驗嘅。然後分享而提出跌吉蝕嘅經驗。我就從呢啲佢哋好突出嘅部分咧，先去欣賞佢哋。我就從然後佢就突出嘅部分咧，我欣賞然後。因為我深信一樣嘢。因為我潛性這樣事情。神造我哋每一個都好獨特嘅。先將我每一個人都會就獨特嘅。所以佢嘅長處咧，其實好重要嘅。所以嘅長處就會做動搖嘅。佢會做得比好嘅。要做得好好嘅。好自然嘅。佢就主張做出嚟嘅。我哋要先去欣賞佢。嗱係細嚟欣賞然後。然後我想去知道，喂，呢啲嘢唔好唔見咗啊！我就要介意，但咪唔見咗事情啊！呢啲係上帝俾你好重要嘅禮物嚟。即係先叫佢做動搖嘅禮物。咁佢開始明白。你就開始明白。然後咧，我就再講一啲佢可以改善嘅地方。因為就再打而出佢改善嘅地方啦。都有啲地方要改善嘅。即係電視係做好啲嘅。但係我好想佢知道有啲乜嘢係佢喺上帝裏邊領受咗好好嘅地方。但是我小細制度，呢度搣計時從先，所以也少是好嘅。就好似哥林多教會咁樣。就做哥林多教會做成。保羅睇到佢哋嘅精彩嘅。保羅睇見人嘅精彩。保羅冇再話，你哋好混亂啊咁樣。保羅仔單呢會做混亂啊。保羅見到佢哋有好多嘅恩賜嘅。保羅睇見人會開出嘅因素。所以我哋都可以咁學習嘅。所以咧又可以着上嚟學習。
好似保羅咁樣，我做保羅就這樣，先從佢對方有嘅嘢開始，先從對方所有嘅事情嚟開始。佢已經領受嘅恩典豐富開始，從人所領受嘅恩典豐富嚟開始，再鼓勵佢哋進步，再鼓勵人嚟進步，佢哋就會因為你呢份欣賞咧而有所回應嘅。就以能就會應到呢自己會欣賞有所回應。更加重要嘅係，若果我哋引導對方，更加重要是，如果能引導對方發現跟住要做嘅嘢，發現所落嚟愛做嘅事情呢，跟住要改變嘅嘢，所落嚟愛改變嘅事情呢，係同基督耶穌有關嘅，是跟基督耶穌有關係嘅，係同基督耶穌嘅生命有關嘅，是跟耶穌基督嘅生命有關係嘅，即係基督耶穌嗰種嘅豐富同貧窮，就耶穌基督有直整嘅豐富加貧窮，同你哋今日嘅豐富同貧窮係有關嘅。假如見識嘅豐富嘅貧窮是有關係嘅，佢就明白佢唔係淨係聽緊你嗌佢做啲嘢，所以人就明白唔是多大路佢能做咩計，佢想知道原來佢生命當中學緊耶穌。以上喺制度，往呢就生命所學嘅呢，是就學著耶穌。所以我哋好多時同弟兄姊妹相處，所以時候能夠點樣姐妹嚟相處，我哋有時太快，能是學咩嘅？太急啊，太心急啦。淨係有時嗌弟兄姊妹，就定時都叫點樣姐妹，你翻崇拜唔好瞌眼瞓啦咁樣。你等崇拜啊咪得埋屋。你做咩翻？你做乜唔翻主日學啊？唔勤力啲讀經啊？佢再你唔動住隻黑，唔勤力嚟讀聖經。我哋好多時咧，將人咧帶到去個規矩嗰度。你把燈多有隻係規矩對拜，淨係將佢咧扣咗落佢啲對與錯嗰度。把佢扣到隻係啱加唔啱動間。保羅示範咗，我攞樹黃料，佢好循循善誘，亦順順想要計，佢睇重弟兄姊妹嘅生命，以推動弟兄姐妹嘅計，睇重呢種生命係同基督嗰種關係。推動自己嘅生命跟耶穌基督嘅關係。好啦，我哋睇最後一部分，最後一部分啦13至15節。 13、9、15節。好，我哋一齊讀出13至15節。即係讀13、9、15節。準備起，我不是要別人輕鬆，你們受累，而是要均勻，就是要你們現在的富裕補他們的不足，使他們的富裕將來也可以補你們的不足，這就均勻了。如經上所記，多收的沒有餘，少收的也沒有缺。保羅去到呢度，終於講啲大原則啦。保羅嚟到這點，終於提出大原則啦，即係關乎捐獻嘅大原則，是關乎捐獻嘅大原則，就係均勻，就是公允。你可以想象嘅，當你去啲慈善機構嘅時候，要常常都直出嘅慈善機構嘅時候，好多時佢會想你募捐，你常都捐錢。佢好強調幾樣嘢嘅。你強調關有事情，嗱，受助嗰啲小朋友咧好慘嘅，少咗嘅小朋友好慘啊！佢哋好有需要㗎。然後好需要。話如果你可以咁樣捐獻呢，嗰啲錢呢，仲有最實捐獻呢個錢呢，可以好具體咧成為某啲幫助㗎。就就具體成為某直整嘅幫助啦。幾多個錢呢可以成為小朋友嘅學費？就資成為小朋友嘅學會。嗱，呢啲表達都好好㗎。即係表達數非常好嘅。不過喺當時保羅嘅處境，不過喺度當時保羅嘅處境，保羅刻意唔用一種施捨嘅角度講，保羅刻意唔從自己施捨自己角度嚟 pray，或者用一種我好似高人一等，我要施捨俾耶路撒冷教會咁嘅角度講。我是話佢教能直定係施捨佢耶路撒冷嘅教會做成樣。當時嘅希羅文化咧，我哋當時嘅希羅嘅文化，往往施贈咧係上流社會人嘅做嘅專利嚟嘅。往往施贈這個事情呢，是上流社會人當所獨有嘅。佢哋會大排筵席，嗱大排筵席，請啲人嚟食飯，請出人嚟食飯。但係唔係好似耶穌個比喻咁嘅喎。但是我最耶穌比喻咗就係耶穌專登請嗰啲話請啲好窮噶嘛，係咪？耶穌專是請直出好似靠嘅人。但係上流社會嘅人唔係咁諗㗎。但是上流社會嘅人唔是做這樣嘅。佢哋會請一啲咧，佢哋認為有機會將來會回報翻佢嘅人。而係是上直出呢，將來有機會回報人嘅人。將來有能力報答翻佢嘅人。將來有能力報答人嘅人。所以我請呢餐飯呢係有目的嘅。所以請隻頓飯呢是有目的嘅。佢哋唔係施恩莫望報嘅，而唔是施恩莫望報嘅。佢哋諗住有回報嘅，而係是上有回報嘅。因此保羅好明白呢種施贈嘅文化。所以保羅非常明白呢個施贈嘅呢個文化。佢要提出另一種精神，而提出另一種嘅精神，就係均勻啊，就是均勻平等啊，平等。所以如果用你嘅豐富去補足別人嘅不足，所以就用呢個豐富嚟補足別人嘅不足。
將來有一日調翻轉，將來有日子多到嚟，你又會學識別人對你嘅幫助，好似學北別人對你嘅幫助，你都要學俾人幫嘅。你都係也學其他人嚟幫助，呢種就係平等啦，即係就是平等，呢種就係對等嘅關係。就是對等嘅關係啦。去到第15節，保羅點表達呢種精神呢？咁就我就保羅將你表達自己嘅精神呢，就係用出埃及嘅有關嗎哪嘅事。就是提交出埃及嘅嗎哪嘅事情，多收的沒有餘，少收的也沒有缺。多少啲無污，少少計。你記得呢段就係講喺出埃及嘅裏邊講到收集嗎哪嘅事。就打出埃及收集嗎哪嘅事情。佢用呢段經文解釋，其實大家都一樣嘅。以用這段經文嚟解釋，大家都是接病藥嘅。我哋而家其實都接收緊嗎哪㗎。嗱，其實也多接受嗎哪喎。一切都係從上帝而嚟嘅。一切都是從上帝之來。我哋能夠同人分享，都係背後都係神的恩典。嗱，所以能夠跟人分享，背後仲真係先嘅恩典。你冇咩咁叻㗎？我會咩強？你留意到去到最尾呢3節，能留意到九不最3節，保羅先至講啲原則出嚟。保羅只係嚟培植出原則。所謂説之以理，所以説之以理，説之以理，動之以情，動之以情。保羅先講情，保羅先培情，後講理，加嚟再培理。呢個係咪我哋嘅習慣呢？知咪是咪能嘅習慣呢？保羅勸勉人嘅方法，保羅勸勉人嘅方法，我哋原來係調翻轉嘅，原來是多兜嘅喎。先講嗰份情，先培情，講對方嘅優點，打對方嘅優點，將佢哋同基督連埋一齊先，將而能把基督連到隻嘅，最後先同你講理，最後只係加入培理，講道理，培道理，講理係好重要嘅。但培理是好重要嘅。有啲人係比較着重原則嘅，或者相當是比較着重原則嘅。你就咁猛咁讚佢啦，你好好好叻啊咁樣。你漸到我攞嘢，你着強，佢都唔明啊，呢度唔明白嘅。因為佢係好理性嘅人，然後會想理性嘅人，佢要諗通點解我要即係支持嗰班人啫。而係想通，我做你係支持咗班人。佢喺每件事上邊都要即係諗清諗楚嘅。呢度每隻嘅事情對比呢，都係想清想楚嘅。你同佢講話，你俾邊個啦？你做啲嘢啦咁樣。你同你變面話，你做清楚事情啦。你幫我咁做咗佢啦咁樣。你做隻舊話，你唔好問咁多啦咁樣。你唔係門卡罪啦，唔得嘅，唔摸嘅喎。佢一定要諗通佢嘅。呢隻嘅係想通就即刻做嘅。所以我哋勸勉嘅時候，所以能勸勉嘅時候，我哋又唔可以唔講一啲原則嘅喎。嗰陣時唔可以唔培原則嘅喎。而且呢個原則係喺聖經裏邊。而且呢個原則是到聖經對比。舉個例子啊，舉個例子，崇拜當中我哋可以試下諗下，崇拜當中能佢想隻嘢，我哋試下諗下，從服侍人或者顧及別人嘅需要，咱從這個學術能顧及別人需要，從呢種角度咧去出發，從這個角度嚟出發，去勸勉人。去勸勉人。有時你聽到弟兄姊妹突然間個電話響，你有陣時聽見電話嘅哎呀，電話響，你同佢講，哎呀，你自己打，哎呀，我熄咗電話啦咁樣。佢就電話啦。其實佢都唔想嘅，其實佢都唔想。不過佢唔知道咧，原來嗰個聲咧會騷擾到人嘅。佢唔知佢嘅聲音咧係受咗別人嘅。佢唔知道個電話咧響咧可能會令到其他人唔專心嘅。如果電話一直響咧，就令到別人咧唔專心。你就唔係話俾聽啊，應該點做點，唔應該點做。你唔是計底咗做。你同佢強調啊，我哋可以試下諗下顧念下別人。咁佢就想咧，再嚟顧念別人，去提佢啊，我哋可以咁樣嘅。佢提再可以做晒做。咁我哋咁提出咧，咁做晒提出咧，佢就唔係淨係識唔識電話方面。你唔是多啦想佢唔記得電話啦。佢學識咗顧念別人。而且學北再寫落嚟顧念別人。舉一反三。舉一反三。佢就識得其他方面學到顧念別人。而又可以到其他方面嚟學北再嚟顧念別人。所以佢可以咁樣去實踐真理。所以就可以做需要嚟實踐真理。今日講到結束㗎啦。點解講到結束㗎啦？同大家去反思，究竟我哋點去勸勉人？教大家反思，能做你嘅勸勉。重溫一下。定安值嘅。首先，保羅第一樣嘢點做啊？其實保羅對有事清楚你做。佢講下其他人嘅生命見證。以別人嘅生命見證。第二。第二。佢同呢班佢對個對象講下佢哋嘅優點先。以及各自班對喺單位嘅對象，佢能夠相處。
講下呢班人已經開始咗㗎，不過你哋繼續做啦。假如能答應能，所以已經開始啦，鼓勵能繼續做。並且你哋咁樣做係同耶穌基督有關㗎。並且假如能答應做出嚟做事，跟主耶穌基督有關係嘅。最後，保羅繼續講大原則。保羅繼續説大原則。呢個原則好重要。即係原則非常重要。我估我哋都唔難學嘅。我想咧，大家背白嚟學習嘅。我對西條站好有信心。我對西條站好有信心。因為你本身一班好有愛嘅弟兄姊妹。因為食直班好有愛嘅弟兄姊妹。你哋好樂意去活出信仰嘅。你哋好樂意去付出信仰。所以我相信呢段經文呢，你哋會好容易實踐。所以相信這段經文呢，你哋會舉嚟實踐。可能你心目中已經諗起有啲人。可能要善當已經上結直出能。有啲弟兄姊妹，你有啲嘢好想勸勉佢。如果説清你對某些弟兄姊妹會上一嚟勸勉人。甚至你有時諗下，你嬲嬲地嘅。有陣時都想起來是會有奇嘅。不過我哋學到啦，今日我哋唔使嬲。畢竟真係學掉啦，能免奇。我哋知道點樣去用愛心去勸勉。我是制度將你用愛心嚟勸勉。係好唔容易㗎。是唔容易嘅喎。保羅花咁多時間。保羅花咗將最嘅時間。慢慢同你講。慢慢夾引嚟打。我估我哋都做得到。我想可以做得到。我哋一齊祈禱嘛。一齊再嚟祈禱。主多謝你。主啊，最謝你。你係嗰位永遠俾機會我哋嘅上帝。於是乎就會永遠期望有機會嘅上帝。你今日有教我哋一個新嘅功課。你點知要教我哋一個新嘅功課？我哋可以點樣去勸勉人？你可以將你嚟勸勉人。俾我哋有呢份勸勉嘅心。希望會直接用勸勉嘅心。就算好似保羅咁樣。就算我就保羅病樣。佢同某啲呢個群體有嫌隙㗎。而家只係群體會嫌隙嘅。本身有好多張力㗎。本身我就張力嘅。但係佢都仍然可以咁學勸勉。但是仲將佢再嚟學勸勉。佢可以慢慢循善誘。而佢慢慢嘅循循善誘嘅。求你都俾我哋有呢份嘅愛心。佢都係希望會直接換嘅愛心。我哋因為深信。因為我深信。能夠咁樣勸勉。能夠照這樣嚟勸勉。呢個本身就係神嘅恩惠。這個本身就是先計應許。求你俾我哋學到呢份恩惠。佢都希望我着照這個應許。多謝你。最謝你。聽我哋祈禱，聽我禱告，奉耶穌嘅名求，奉耶穌嘅名求，阿門。